哎呦哎呦，那会变这出嘞？呜呼，啊呼，呼呼。大家好，我叫怡芳啦。你啦啦队咧，大家拢叫我翠暖，你们敢知影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英文名叫做 Trina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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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翠暖就安尼来的啦。哦。哦。哦。啊呼！哎呦哎呦，那会变这出嘞？呜呼，啊呼，呼呼。大家好，我叫怡芳啦。你啦啦队咧，大家拢叫我翠暖，你们敢知影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英文名叫做 Trina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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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翠暖就安尼来的啦。我咧自细汉就是学跳舞到大汉的，啦啦队是我历史夜帮孝守一世人的工课。不过因为台湾常常有风台，啦啦队真正足辛苦的。你看哦，你俩看我咧跳性感的舞蹈，唔是咧。啊，无是啥货？我是予风吹到要飞起啊啦！我是甲迄风台吹起的雨伞，甲我的假的目睭毛抓转来咧。恁看迄种啦啦队拢是生后水水，身材足好，内抱腰束，脚唇搁顶扣扣的迄种。毋过别人看到我就叫我小兄弟。阮妈就讲，枉费我甲你生甲遮水着，行路遮粗鲁，敢若一个查甫人咧。无法度啊，这就是我甲我同事无共款的物件。别人吼上班下班拢有司机载，我咧拢家己塞车啦。啊，讲到塞车，前几工我想讲下班的时阵要去验车，我就很真欢喜的去上班，跳舞跳到一半，唔对呢，验车爱先走，啊我无查着要安怎咧？这个爸爸就讲。爸，迄我要去验车，不过我袂记走我的行照啊，你敢袂使顺续甲我载来一下？阮爸讲，我下班都几点啊？去天母伤远啊吧？无你去找工费啊？工费为啥是工费？等待转去的时阵哪到？我会互你先走。哦，爸，为什么我的歌声去整到你啦？吼，多谢大家，我叫怡芳。嘿嘿！你唔免先走啦！小兄弟，你过关啊，小兄弟！翠暖，过关啦！过关你啊！唔是拢有跳迄什么三性舞，拢有三性舞。师兄，你是老人哦，三正舞已经过啊呢。啊，无你跳啥物？你嘛是吹喇叭的。老师 music。哈？啥货？这个人是平常时啦啦队跳袂煞，而且跳几吹喇叭，吹喇叭。重点是伊的表情。就是安尼啦。哦。高水啊！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薰衣，你嘛会使叫我西瓜。啊，讲到做工课这件代志吼，人拢讲上趁钱的工课有两种，第一个咧是卖冰的，第二个咧是做医生。所以咧，我学生的时阵吼，第一个工课咧就是去卖冰的饮料。啊，恁知影迄个厨房吼有偌热？以前迄饮料店无像即摆遐舒适呢，以前饮料店是无冷气的呢。啊，煮茶，啊，甲煮料，啊，煮甲规身躯干。啊，毋过。虽然厨房足热的，不过我嘛是做认真拍拼，为着就是有一天啊万不离吼掉沙，啊会使送去病院，安尼我就会使熟悉医生啊。我要找医生。好，啊，过来有一间吼人客来遮买饮料啦，啊想足久的啦，啊我就想算吼等2个10块互伊去跋杯，因为想久啊。结果迄人客吼摕到迄20块，咻一下哇头就走去啊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重点是啥？啥物？重点是，迄是公司的20块，毋是我的。
所以饮料店呢，就是趣味的代志有足侪，啊，无因起来吼，敢来跳舞的，比如说入茶，啊个倒茶，入茶倒茶，啊变啥物咧？炸裂黄豪平，一起炸裂黄豪平，炸裂耗子哥，一起炸裂耗子哥。啊，就是安尼开始我另外一段的人生，为饮料店跳到球场，跳出一条人生的新的道路。啊，你若讲我的人生是一杯饮料，安尼我的料吼一定是足粗糙的。你问我的甜度敢会使调整？我甲你讲，无法度，我这是遮尼甜。哎呀！大家好，我叫怡芳，今麦要来讲一件代志，就是地流行啦。恁敢知影台湾人上爱做啥物代志？什么？上爱排队啊啊！对迄嘛爱排，啉的嘛爱排，食的嘛爱排，买的嘛爱排。前几冬哦，阮 COVID-19 毋足流行的嘛。每一工起床都紧紧讲无喙香要安怎袂当出门，快筛剂佫无袂当工课啊。有一摆啊，我就因无代志，就去西药房讲无去排队排一个好啊，我就开始排。排点外子，想讲无啊，哪爱袂排着我啊？头一看，头家讲，家排要找安样无？毋是呢，我毋是咧西药房，我毋是要买喙香甲快筛剂。好啦，一个卖嫌，就是安尼，毋知家己咧排啥。最近啊，阮朋友就爱去慢走的，讲慢走哦，暗时慢走，味迄风安尼微微啊吹，食素食袂歹，安尼健康佫有运动度。我就讲。敢若是袂歹，无做定好啊！有一摆我要去迄厝边啊遐，甲伊借一电话，我想讲无就慢走去好啊。走到一半，我朋友讲，伊用你咧创啥？我想讲，我要去行迄只碗啊，我这歹要创啥？伊就讲，抓紧弄好我。慢走的英文叫抓紧啦，抓紧弄破我啦。多谢大家，我叫怡芳。大家好，我是怡芳。自细汉我就甲阮爸做伙看迄棒球比赛啦，所以我后面才会去做啦啦队。有一届阮就咧看迄棒球比赛，是日本队甲台湾队咧拍，拍到一半，阮爸向我讲：林武一郎咧！我讲小等者，林武一郎早就退休，哪会看到伊咧？我是咧问林武一郎咧，洗身躯啦。后来我就去做迄啦啦队嘛。阮妈就讲，你爱好好维持你的身材。迄啦啦队每一个身材拢安尼足好的，你啊较少食啦，一工食2顿就差不多啊啦。搁爱去运动，顺续去健身啦。过一工我就摕健身中医的中药转来，阮妈就讲，你摕这要创啥？健身中医照顾你的坐骨神经因为拄好最近迄尾水有问题啦。后来我真正有去迄健身俱乐部去报名迄个会员啦。迄时阵迄业务甲我讲即摆足俗的哦，一工甲你一顿饭的钱就会使加入啊。我就讲，哎呦，足俗着，无甲签咧好啊。头一摆去训练的时阵，我看迄个查甫生到咱缘投，身材阁足勇足粗的安尼哦。毋过伊咧训练的时阵，拢会安尼，小等者，训练拢一定出声吗？我唔知，我就甲因学。一个月了后，我去上班，迄啦啦队的同事甲我讲，翠暖，你看起来有变粗呢。我想讲，钱拢开咧，当然嘛爱变粗。唔是，我是讲你的声音哪变遮粗着啦。健身俱乐部的时阵，我就拄着阮朋友，阮朋友迄时阵就讲，足久无开讲，无去食一个饭好啊。伊就甲我讲，伊即马咧做迄保险的业务啦。伊讲，我甲你讲。即马阮公司出一个足俗的保险哦，伊就是爱你一工的饭钱就会使啊。万不利哦，你受伤赔20万，你开刀断伊赔50万，万不利真正往生去会赔你3000万哦。小等者，你即马一定会想讲，我一顿饭摕去健身，一顿饭摕来买保险，我哪有钱通食饭？因为。要是嘛是种意外啦，3000万！多谢大家，我是怡芳。